有意思要来参选到高雄市长的立委林岱华，因为涉嫌诈领助理费1400多万，互地检署来起诉。民进党昨开会邀请到林岱华说明，结论是暂时无要处分。林岱华嘛再度来表明，讲伊绝对清白，绝对是恪守我们民进党的价值，青年勤政。民进党立委林岱华牵涉到诈领助理费1496万，昨日律师陪同下到民进党廉政会说明，强调讲伊清清白白，是检调甲安罪名。检调是有罪推论，所以我非常高兴，就是说今天廉政委员让我可以说明，非常有信心在法院当中去证明我的清白。毕竟，身为参选高雄市长的热门人选，就惊讲党会甲停权，也是甲处分。林岱华阁写讲，会继续保护家己的清白，永远袂放弃。廉政会虽然暂时无做出决议，也阁强调讲，袂拖过一审，嘛袂受到高雄市长初选的影响。另外一边，因为参选的高雄市长的人选，嘛持续伫镜头前露面。海啸的警报提醒大家爱注意。甲林岱华伫洪帅选区顶塔，嘛是长期经营电影的苦主兼。持续关心海啸滚高量甲淹水的灾情，落水量区议员勘灾共款拢无停。避震可能代表国民党参选的瓜子温亲身进入灾区，2026减少战已经开始啊！助理费案件一定会对高雄的选情造成一定的影响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